針對現代人胃部問題咧，我會有4大方向推介幾款藥材。第一啦，針對壓力胃，可以選用柴胡、陳皮、柽實。現代人嘅胃痛咧，多數都係同壓力有關嘅。柴胡咧可以幫助疏肝解鬱，配合陳皮同埋柽實啦，可以加強行氣嘅效果，等於咧幫個胃鬆綁啊，解決緊張引起嘅胃脹氣。第二咧，針對濕氣重嘅問題，如果體內嘅濕氣比較重咧，成日都覺得好攰好重，就可以選擇白術啊、茯苓等等去健脾祛濕啦。再加上蝦仁咧，可以幫助我哋喚醒脾胃，強化翻個消化能力。第三啦，針對食滯咗嘅問題，如果平時食完大餐或者係食得太油膩咧，就可以選擇山楂幫助消食化滯，幫助消化肉類咧同埋油膩嘢。第四咧，針對寒熱失調嘅體質，如果咧平時中意飲凍嘅，但係又經常捱夜啦，容易出現虛火嘅症狀咧，就可以選用乾薑啦，溫中散寒，暖翻個胃，再配搭麥冬咧，幫助養陰生